在漆黑的夜裏，女孩無意中被閨蜜引入了一場冥婚的陷阱。隱藏在這場婚禮後的，不只是誓言，還有數不盡的陰謀。女孩被迫參加冥婚，面對與已逝者圓房的恐懼和無奈，心底湧起對未來的迷惘。新郎的身份驚人。豪門繼承人的身份讓所有的謊言和陰謀瞬間崩潰，這是一場從陰影中重生的逆襲。女孩的命運在這一刻逆轉，她變成了那位大佬心中的珍寶，全新的生活由此展開，她開始接受過去的挑戰。這一切教會了女孩關於愛情和成長的真諦。冥婚的命運不再是束縛，而是一段全新旅程的開始。